家我哋講解嘅係財務事宜。喺舉辦任何活動或者服務計劃時，所有款項嘅運用同埋安排都必須預先經由總部批核先可以開展。每項收入同埋支出都需要憑單為證同埋具有詳盡嘅資料。任何活動嘅收入都必須由所屬嘅單位於活動前收妥，並且開發收據俾參加者。而呢啲嘅收入都必須存入機構指定嘅銀行戶口裏面，唔可以用收入直接支付支出。活動支出需要按照獲批核嘅項目實報實銷。如果支出項目同埋預算開支有超過20% 嘅差距，就需要喺收支報告嘅附註欄上面加上解釋。如果喺開支上面有重大嘅修改，例如取消某部分嘅活動項目支出，就需要事先向總部解釋同埋徵求同意。除非獲得批准，否則係唔可以用活動嘅預算用於購置器材、各類固定資產同埋支付經常性開支。由於義務職員會涉及處理財務事宜，包括收支、處理單據、呈交財政報告等等，我哋希望藉住呢一個指引，可以令到所需人士明白喺處理財務時需要更加注意嘅原則、流程同埋規則細節。如果遇到任何疑問，歡迎向總部嘅青年及義工事務主任或者高級主任查詢。如果活動需要申請撥款資助，請於每年嘅1月10號之前遞交活動草擬書同埋財政預算俾青年及義工事務高級主任作申請。所有嘅活動財政預算應該達至收支平衡。喺活動期間，請收集收據正本同埋拍攝活動相片，而喺活動之後，請整理同埋遞交活動財政報告同埋填寫表格。所有嘅支出必須附上收據正本，收據上應列有供應貨品或者提供服務嘅公司名稱、地址、電話、支出用途、日期同埋金額等等。所有嘅單據，包括正式收據或者現估單，必須由活動負責人簽署核實。發貨單、報價單或者發票係唔會被接納為申報發還款項嘅證明文件。至於核貨車單方面，請清楚寫出由邊度去到邊度。如果收據只係有金額，例如超級市場嘅單據，請喺旁邊詳細列出項目、用途同埋日期，並且由活動負責人簽署核實。如果收據上列有所支付嘅發票號碼，請將發票連同收據一併呈交，以便核對。如果有缺漏，係一概唔會受理嘅。所有嘅單據係唔可以塗改，否則作廢。收支報告同埋有關單據需要喺活動完成1個月內遞交所屬總部審核。如果未能夠遵守上述嘅遞交期限，本機構將會保留不發還款項嘅權利。請使用 A4 白紙填寫收支報告。請於所有單據上加上編號，同埋將有關單據依次貼喺 Y3 張貼收據電子上。如果單據係使用熱感紙打印嘅話，就應該預先影印副本，並且連同正本一同遞交。於收支報告上係唔可以使用塗改液作為修改嘅。如果有需要嘅話，請喺有關位置畫上刪除線，並且喺旁邊寫上正確資料同埋簽署確認。遞交嘅收支報告同埋單據係唔會獲發還嘅。如果有需要嘅話，應該預先影印副本存檔。如果款項已經由會方直接支付，遞交財政報告時就需要填寫預支撥款結算表。每一張嘅收據請給予一個編號，而一張 A4 紙只係可以張貼一張單據。每一個單行只需填寫一張收據嘅資料。如果同一張單據牽涉唔同開支類別，而且涉及超過港幣300蚊，請盡量分開單據，以免混亂。所有支出必須以現金繳付，應該避免使用八達通、信用卡、已賞錢卡等等涉及個人積分或者獎賞優惠嘅付款方法。採購物品同埋僱用服務嘅時候，應該避免有利益衝突，同埋必須申報利益。如果屬於一次性嘅採購物品或者僱用嘅服務，預計為港幣5000蚊或者以上，必須按機構採購及批核程序指引執行。未經預先批核嘅採購支出，部門係唔會負責嘅。
如果金額預計為港幣5000蚊到2萬蚊，無論採購嘅物品或者僱用嘅服務嘅次數係幾多，亦都應該索取2份報價單或者口頭報價。如果金額預計為港幣2萬蚊到5萬蚊，就最少取得2份嘅書面報價單。如果為港幣5萬蚊或者以上，就最少要取得5份書面報價單。一般應該接納最低嘅報價，否則必須作出解釋。